也件传统嘅东西当好食。下面按你吃到。係啊，今日虽然有当道嘅传统历史冇用到，不过人哋還係愛特別注意。哦，像係乜嘅？像係無生意、老插嘅，還係到位跌到天涯下嘅時節，做唔得自家信任，應該要請服務生來聽數。冇唔錯，地下真實嘅地方，按你做，較無跌動。係啊，韓國唱打下球，還係錯嘅時節，應該要先挖頭。韓國啊，要用樹拍，還係純金來掩罪，咁樣就唔會影響到別人。你翻做當示範，就看你做一個人有禮貌冇。係啊，然後真件係講起來真簡單，但係做起來真難哦。其實唔管係細奶也係細妹，傳統歷史都當重要。係啊，歷史冇分細咧，還係細妹嘅，都係大家都會做到嘅。啊，今日到乜嘅時節，我哋討論報告啊。哦，錯過還有報告哦。唔聽講你有限冇？人做得來寫報告啊？我聽講你動作有限，做得利用按部呀來複習韓國整理，根本嘢示範嘅過程。好啊，咁然後就聽講你，再來討論報告，也先來食點心好誒。好。好啊，哦，也可以當學生呢。